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阿 Lily 筍盤推介時段啦。今日新收咗一間巨三房，除咗房大廳大之外，仲可以睇到東南煙花海嘅單位，想誠意同你哋推介。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，撳訂閱 subscribe， 然後撳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。今次要同你哋推介呢個單位係位於漾日居嘅5座高層 B 室，實用面積1212平方尺，一層係有6伙，附設有3個升降機。而呢間屋最大嘅賣點，除咗送一個車位俾你之外，仲可以幫你慳重水添。唔講咁多，我哋一齊入嚟睇睇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尖沙咀九龍站附近一帶嘅筍租賣盤同埋成交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純浩利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